又搁包伫咧平伊的身体，搁较暗的西装。当然，西装是咱正讲啊，迄阵可能可比讲来用日语来讲是西米露嘛吼，所以就是穿这个啥，应该是讲穿甲真闭杂、真整齐就对啦，可能会使安尼讲，穿甲真整齐、真闭杂。阿妈棍夹一个九九，穿一双擦甲紧紧的旧皮鞋，手口有交一支拐仔，伊来到东南的面头前，就甲伊顶顶的进一步，面色转大变化，头啊害咧害咧，表示讲无相信伊的目睭，就搁无声无话无句，转去到原地的一顶车厢去。过一困仔了后，迄个细粒子的日本人又搁伫车厢的门骹口出现。这回伊后壁是对这个火车的车长，伊也是日本人，差不多50岁，穿一身乌色白纽的制服，戴一顶空红大的迄个蛇帽吧，咱就是讲鸭舌帽嘛。毋过迄个时阵可能无讲迄是倒一种字嘛，对，到底是低字、鱼字、鸭字，还是马头前迄个嘛？拍胶无？教育部历史顶是讲拍胶无？打鸟帽、鸭舌帽、狩猎帽、小偷帽，差啦无？叫人来讲拍胶无？吐字无？就是只要透透嘛，对无？字露出来迄种形嘛，当然。就敢若伊来迄啥牛舌饼迄个概念嘛，不管反正就是迄个细粒子的日本人，就手拐仔夹咧，按东南记起来，比手画刀，含迄个车长淡仔讲话，叙交谈哦，应该是可能迄个日本人看到东南的清茶，感觉。怀疑袂得过得着啊，所以就怎去报车长来要甲掠是安怎吧？叙交谈，高念咯，应该是安尼吧？什么絮不休休，絮叨叨什么歌诶，所以应该是高念嘛。当然，强在伫日本读5年的大学，应该是听有因咧讲啥嘛。而且讲实在，伫咧火车顶会使讲什么偌复杂、偌困难的日语，大概也无啦。只是讲，伫即个遮毋是重点，无咧听伊讲嘛，而且无行甲你活着，所以就淡仔咧搞念嘛，搞袂使，所以就是含迄个车长淡仔咧搞念，讲咧时阵。车长就一直点头，最后迄个车长就按迄个细粒子的日本人身躯边闪身过，一直往东南的座位来。迄个细粒子的日本人也对伫迄个车长的后壁，两个人总算来到东南的面头前徛定。这时阵，东南才真毋情愿，甲视线按窗仔外那咧飞的风景煞开，回头转来看迄个车长。用眼神去问讲有何贵干？喂，你对我来，你毋是伫即个车厢的，你是你后壁迄个车厢。车长真无礼貌，因为貌到底如何嘛？清查那罗汉卡，那有路无厝的，那安怎就电话真正路无讲介顺的款，懵懂，因为冒失当然就是讲目标，即嘛就是这个车长听迄个细粒子日本人咧讲的时阵，伊就直接来对东南咧讲嘛，也看伊的清查就感觉伊毋是即个车厢，因为1顶、2顶、3顶嘛。日本时代是用迄个啥车厢的级数来分别票价嘛，迄个啥。咱现主是用自强号、机工号、冰块车，还是
还是什么区间快车这种方式嘛，咱遮即码是安尼。当然，这两种方法拢有伊的好处，无伫即个行业啊，真歹去讲起啊。所以冒失当然是冒饼贵一种讲法，毋过遮应该是属于敢若无礼貌咧甲叫就对啊，对吧？车长真正真冲动，还是袂输那青仔长啊？你咧甲讲，你毋是你即个车厢的安尼？看摆中国教授是安怎讲即个？青讲，可能用青讲，因为听伊讲完了后，就迄种的嘛，就真青讲。你讲喂，你对我来去，你毋是咧即个车厢，你是咧后壁迄个车厢。我为啥又毋是咧即个车厢啊？当然就用真流利的日语来回答。迄个车长和迄个设立者日本人煞惊一个，这是二张车厢，后壁这是三张车厢。车长就当做较客气的口气伫咧讲，就是因为这是二张车厢，我毋则一定要坐伫遮不可。当然真固执伫咧讲，语气啊开始变甲真强硬，讲煞也无爱去插迄个车长，就家己翻头去看窗仔外的风景。这个车长也无答话，就细心对后壁迄个打一个金架头，但是迄个设立者日本人却毋肯罢休，就拍伫咧迄个车长的耳孔边讲几句话，讲甲迄个车长就一直点头。煞了，迄个车长就搁细心对东南圆圆咧问讲：你讲你一定爱坐伫即个车厢，你敢有二等车厢的车票啊？东南翻头就去了一下迄个车长，无声无息就甲落地仔内底迄张二等车票，真有力拄互车长。车长车票接来了，就叮叮下下甲迄个车票检查几落解，就惊迄个车票是假，就翻头对迄个惊甲袂动一个日本人，点点表示啥物货，才悄悄啊甲迄个车票拄行互东南。迄个设立者日本人头先是毋相信，一直害头，走去到另外一个车厢。等到迄个车长要走的时阵，东南就甲伊嫌，悠然用迄真流利的日语问伊讲：车长先生啊，我有一句话想要甲你请教一下。买即个二等车票，敢毋是讲有规定爱穿啥物衫啊？才会当坐即个二等车厢？啊，无，只不过阮从来毋捌看到有你即种打扮的人伫咧买二等车票。车长就吞吞吐吐地讲：车长先生啊，较早无看见，现主是有看到，敢讲袂使？当然就头仔歪的，一字清清楚楚地甲讲：会使，当然会使。车长就一直点头伫咧讲。按即个时阵开始到新竹车站停车为止，就无阁有其他的人会来搅东南，互伊会当一心一意去注意看窗仔外的风景。也毋过，就准讲了后，迄个二等车厢一直拢真恬静，伊心肝底煞也袂当平静啊。有一阵沉诚久的暗流伫咧内底滚滚，将其尾互伊伫即个。将其尾互伊对即曲进前，还阁遐尼迷人的风景，却完全有看哪无看，伊就头垂咧，吐下海，家己切起，家己吐气。当然，伫咧新竹站落车了后，当伊行出刹那的门，有人伸手伫伊的肩胛头打一下，伊就向滑头，原来是二等车厢迄个坐伫咧上尾的迄个台湾人。伊是规面笑容，大头母伸出来对东南讲：赞，你做得真赞。东南敢若冷甲看一下，也无想要有所回应，因为伊感觉伊实在是有够忝啊。拄则迄规个二等车厢内底袂输，敢若伊一个人孤单咧含迄个规车日本人混战。迄个时阵无甲半个人来协助，迄个时阵无甲半个台湾人来协助，恐惊伊是去用。拖累着，等到现在也已经想，所以大部分的人拢嘛是迄个啥，大可币。
都毋免安尼，无啥物必要，无啥物必要，毋免安尼，已经慢啊，嘛无即个必要。当然练手也无用，就家己也毋知影。伊8月15啊，8月15，即一暗城隍庙前有住即上千个听众，下港台点甲灯火通明。当然也入伫迄人群当中，大家你客我，我客你，钱甲袂得通个通吼，挤得水泄不通哦。当然简单讲是，人定是客，还是杂通通，水泄不通，钱甲袂得通个过，还是或做啥物？拍甲水拢无地消，杂钱，杂通通，杂钱，杂通通，杀死死，杂钱死死。第一个上台的人是一位穿台湾衫、台湾裤的30岁人，伊一个开喙就用险劲叫，火辣辣，还是伊就是话足险的就对啊啦。火辣辣，伊当然这种形容词，看你安那去讲拢嘛会使，反正就是坦白讲，就是真险的话语嘛。火辣辣，热滚滚，烧热，烧烫烫，敢拢无迄个感觉，咸笃笃，我会感觉咸笃笃，真险的话语就对啦吼。伊一个开喙就用真险的言辞，极力批判日本人对待台湾人真傲慢无礼的态度，而且基骨了爱实力来正做伊言论的干净。第二个上台是一位穿白色长袍、穿乌色包围的40几岁人，伊的口词比前一个，第一个是嫌笃笃，第二个伊的话语是比第一个更较尖、更较赖。伊攻击日本政府的高压政策，当伊引述日本人是面对政策的残酷无情的时阵，互大家的听众感动甲流目屎。然后当伊呼吁大家徛起来要求台湾自治的时阵，规场风声滚，还是啥物货？风声雷动，话又较大声声，因为呼吁大家爱徛起来做这代志嘛，吼啊，所以无咧风声雷动无想这个事，好啦。当伊呼吁大家徛起来要求台湾自治的时阵，规场是屁嘿叫。噗啊声是大声，掌鼓喧天，你安怎讲？话又个大声声，噗声，吹看，风声雷动，掌鼓喧天，规场气嘿叫，噗声吹袂停。就伫这个激动的一刻，坐伫咧台前监听的一位日本警察对伊发一声。而且中指啦，吼，应该是当然是用日语画嘛，就无力的啊，中指嘛是无力啦，所以用台语来咧讲，以后当然英语的 stuff 是更加强烈嘛。啊，日本人伊画一声中指这个意思嘛，哦，啊，当然对日本人来讲，伊监听嘛。对我莫讲1925年左右啊，这个时阵，1987年的台湾，87差不多吧，对无？台湾遮有警察还是什么，迄个啥警备总部啥遐，一直到90年代阁有嘛。所以坐咧台仔前监听的一日本警察对喊一声，动咧，我来动。敢若看到迄个演讲的人，一秒钟进前，抑阁安尼双手一个，一个啊。就双手垂乱，好咧对大家轻轻鞠躬，大步滑，身躯款就行落台，大家骹随调，真甲连一粒果子落咧涂骹，
真甲连一粒瓜子落咧涂骹拢会当听到。刷落去，阁有几啊人陆陆续续上台伫咧演说，年岁拢差不多30岁左右，有穿西装的，有穿黑花俏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一种衫哟，我唔知影咧。黑花笑什么花歌？这看卖呀，伊迄个笑啊是俏，是笑，拢已经无亲像第二演讲遐尼。塞人刺激，袂动的，挑逗刺激，锐不可挡。挑逗，塞人还是安怎？哎呦，我说定语数对，欺人假劣，高刚，啥高刚？假。人，所以就是人。我再读过，都已经拢无亲像第二演讲者遐尼爱人刺激，因为议题范围也较宽，也不再局限伫咧批评日本当前的行政，其中也有谈论台湾社会问题，有谈论女子平等问题。有谈鸦片吸食的问题，也有谈论台湾人宗教迷信问题，有谈论台湾人语文教育问题，一直拢风平浪静。但是最后有一个挂乌青目镜，然后一杯喙鬚哦，这喙鬚是要安怎做什么描述？看卖啊，鬚。我要看伊的描述是伊会用什么回应？就用教授伊拢会伫伊迄个描述的讲迄个描述是啥？参考一下伊的讲法。100还是啥？一支啊？有啊，一支那一支哦，一支，手是一支啊。所以呢，几落支是一种杯，一大杯，所以用杯还是片片可能是什么另外一种嘛，所以一支一片。一倍，所以，但是最后有一个挂乌青目镜，然后一杯乌手的中年人开始对农民组合做入骨的破，安尼讲炭白向入骨，不过迄个入骨伫中文的语境内底是毋是有入骨甲露骨？那个入骨是，我讲听入骨髓迄个入骨啊，所以心迄种入骨啊，若露骨是真显目、真显然迄种的啊，佫无共款啊。我感觉迄个什么入骨应该是。入心，毋过这是进入到核心的阶段的看法。大家甲的群众就佫真热烈拍扑啊，所以大家一个警察就命令注意，游玩面色拢无，游玩无力是继续讲落去。大家群众就较激动啊！终其尾，警察的命令终止。这个时阵，听众就愤愤不平，有的抗议，有的叫骂。总算讲有一个高等科学生，因为气袂过，气愤不过，
气氛不过，单字啊，罔听，我唔知你有听到什么话？气氛不过，耳去用压制嘛，所以愤慨线嘛，所以当然迄个语境语感每项是无相款的。啊，即马就是即个场面就是大家即个学生气氛。气氛气，还是气到高地，就走去电火开关，一个就甲开关紧紧调，一困啊规场拢陷入黑暗当中，人的声音因为大细声化全爆裂，警察惊到要死，惊发生意外。就紧分批啊，伫咧人群当中死过乌白俩人，等到庙前的顶又搁光起来，这时阵人群已经散一半去，演讲的人也无搁有心情继续讲落去。何况迄个日本警察也已经提高警觉，做搁较严格的限制。所以，这场台湾文化协会的演讲会，会就怎样呢？量早结束。这一暝，当然又搁坐上火车，等到婆罗本的时阵，天就完全暗啊。但是现主席伊的心煞真明朗，伊雄有明白，为怎样几届啊？伫日本的留学生的集会上，大家会遐尼愤慨，群情激越。我就讲这种，安怎讲？每一位作者伫创作的时阵，要描写迄个情景，字词顶当然一定有一寡字词会使对应，而且是会使描述迄个情景。不过大部分的作者大概无愿意照字词顶悬所收的遐字词去使用，伫迄个台湾漫游录也好，伫迄个啥，足侪字词拢是安尼生的，所以即摆讲，你想想群情激越地，即个。我感觉有可能对咱台语来讲，可能就是安怎讲？我就讲每一个汉字都会使读到台语，无问题。群情激越，问题是，敢听台语的人敢听这是群情激越在讲啥？所以可能变成爱去描述迄个情景，迄个时阵到底是安怎？伊就讲，为怎样伫咧日本的留学生的集会当中，大家会遐尼激动，伫咧讨论故乡的政治啊？就因为，就敢若现主席伫海外的台湾人，对台湾主席的状况，是毋是有个人感觉有心无力，就是想要做寡代志，煞啥有骹无通行，有手无地伸。毋过，当然，这一方面，对无？现主席这个小帅是差不多1925年嘛，100年后的现主席，台湾人敢有迄个时阵的台湾人的迄种想法看法？当然有个人有，有个人无。毋过现主席的台湾人，甲迄个时阵的台湾人的比例，到底有偌侪是有缘期待家己的故乡、家乡，还是所徛起的所在会使愈来愈好？我毋知，因为就敢若台湾漫游录杨湘子咧讲的嘛吼，日本时代就开始咧讲啊，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嘛，一直到呾还搁咧讲，所以现主席写出来一句话，江东人伊就讲会遐尼激动，伫咧讨论故乡的政治。现主席南村讲毋是最近发生的。伊特总督推荐函的代志，以及今仔日会清清楚楚啊，而且是啥？最清其显哟，你说啦，清清楚楚，如见清晰之底的。中文的语境是讲啥？水落石出嘛，所以水落石出，照字面来讲，就是讲水若摕石头就现出来嘛。伫
台语的语境是讲，水若清，水底的鱼，淡仔想的鱼就迄啥？因为中文你解说，你可能嘛安尼解说啊，就是看你要安怎使用嘛。所以即马就是广东人，本正只是去买册啊，用临时看到告示讲台湾文化协会要有人来演讲，啊想讲干若出来啊，对无？就顺即个机会来听，啊听着听着，中央个日本警察直接讲袂使，吼，像中指点动咧，吼啥，伊就来画，当然是敢若用日语伫咧画啦，吼，佢讲有3阶段嘛，吼，注意哦，你个言论开始要打着红线哦，那一打着红线就停 ，stop， 吼，所以广东人就发觉着讲，对啊，较早伫日本的时阵拢安怎，吼，所以伊即摆已经，当然就继续伫咧想。伊感觉即个故乡已经毋再是伊较早囡仔时代的故乡啊，更加毋是伊伫咧日本留学时想象中的故乡。这袂输是一个青分的人邦，嘛已经毋再是，那已经不再是伊家己的国度。就准讲伊伫咧遮出世，伫咧遮生长，但是即块土地煞袂输向变性，伊互日本人统治，互另外一个种族来控制。这另外种族。和伊家己的种族是完全无相款，因完全用另外一种眼光来对待故乡的人，因无甲遮个人当作因家己的同胞，只是甲因当作是虚虚肉肉的厝顶人来看待。在这两种种族之间有一撮深深的沟隔开，这个沟是遐尼深，搁遐尼宽，是虾米人也无才调伫咧顶悬造桥。联系，就准讲沟仔两边的人伫咧共一块土地共同生活，而且佫共同使用同款的语言伫咧沟通。所以1925年的广东人有知觉到这点，现主时的台湾敢咪嘛相款。虽然讲有袂少人拢咧使用中国话，使用中文中语，也毋过台湾人就是台湾人啊，佫较安怎嘛无可能变中国人嘛，所以。好，即再搁一段。当然想咧，就想起讲伊真侪一生拢从来毋捌想过的代志。唯属世界上混沌至今哦，混沌是安那？蒙蒙渺渺，敢是蒙蒙渺渺？哦，混沌。你可别讲什么盘古开天辟地也是安怎的？啊什么？当然，蒙蒙浑浑噩噩，还是浑噩，混混沌沌，混沌初开。啊个啥？那是 Marino 嘛？是敢若讲 chaotic 混沌。就用教授即个词啊，我感觉应该是，我的语感应该是蒙蒙渺渺，当然蒙蒙渺渺，甲迄个嘛无一定是一模一样。混沌，混沌两种写法，看无记。把手挥，把手挥那是恶者，分袂清，混沌毋捌半项，糊含糊，所以袂输世界。混沌不清较大，才形容天地分开，透露万道的光美，透露出万道光芒。所以，对啊，板块开天辟地，毋是讲类似即种的嘛，对无？本正是乌暗，尾啊形容有光啊哩。吼，迄个啥，圣经的创世纪顶悬毋是安尼讲的，什么讲要有光就有光。但是这一切只是发生伫咧心肝底，火车窗外一直拢
黑压一下黑，反正黑暗嘛，因为演讲听煞日头早就来落去到倒位去啊，所以就当然完全暗落来嘛。暗落来了，迄个时阵可能也阁无足侪路灯嘛。1925年的台湾灯火使用可能阁无安尼多，所以坐伫火车底，火车底当然是光影影嘛，啊，毋过窗仔外咧乌趖趖嘛，所以即个乌趖趖，还得看你要安怎描述迄个乌的程度嘛，可不可以讲？藏的护理员，迄个护理员去探查迄个啥保险的时阵，就讲哦暗蒙蒙啊你，哦，所以讲火车窗外一直拢乌趖趖，啥物也无得看。罕得有当阵啊出现一拍孤独的春火以外，也拢死一个就欢去啊！哦，因为坐火车嘛，伊按新竹车站上火车。啊，转去婆罗门，婆罗门敢若是属于是算，因为是客家庄嘛，所以有可能是较瓦庙的，我毋知影。哦，对，迄个啥，广东人的出身，婆罗门甲即个新地到底倒一个伫南边，倒一个北边，相对关系是安怎，我毋知影。好啦，因为是迄个龙德山第二部曲，第二部曲是德。第12章9月新竹空，伊敢若嘛几落集，70几集啊，咱先读到遮尔，毋知咱的阿丹姊啊有啥物想法看法？准备要来讲一讲。我刚好要甲大家分享，是你有听到啥物话？冇问题，快点，安心自在，自由自在啦。创造一个或者啥大语环境哟，大语环境是家己去创造的。虽然讲即马，讲的人我那嘛有渐渐变多啦，毋过和理想有所真差吧。所以会晓讲的人应该加讲过呢。好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听第一种啥，共款无共款的技术。好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龙德山第二部曲暂时先到这，感谢收听，谢谢，拜拜，再会。